己个人来说，感觉做的最愉悦的一部作品。生命世界的首要法则是深入。やっぱりオリジナル作品は成功してほしい。你还记得他不是骂那个他女儿的那段，记得吧？欢迎大家来到《突变英雄2》的先行观影会。国产神作是一部特别好的动漫，想看看2会不会更好，挺惊喜的。风格变化也挺大的，有点意外。就还蛮希望它是100%完美的跑出来，而不是说有1分毫差池。现在不想分心嘛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干，有什么事情就解决事情就好，别的都不管。播到播放的最后一刻，我们就永远都改不完，就无限的改下去。为了前面的集数拖后面集数的日程制作的话，我觉得是拆东墙补西墙。僕らは時間があればあっただけ仕事してしまうんですね、クオリティを上げるために。あまりにも時間がないと困るけど。除非可以保证内容制作稳定，否则的话要停，要么不停，要停现在停。你花了时间、花了精力、花了钱，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你不想要的，这个是对大家打击最大的。能够转成为一种，能够讲成为一种方式做的话。